老师跟所有的媒体朋友这边报告一下，我8年级生，我今年27岁。但是我一直觉得台湾的改革从来不用因为年龄而有所限缩。其实我今天要用的，以及我未来要用的，是用一个女性的生命力去炸裂台湾新政治的本质，这是我要做的。我知道前阵子风风雨雨、纷纷扰扰，在这边我要跟所有的支持者说一声，让你们担心了，真的抱歉。但是其实在面对这些纷扰，我从来都不想要去打一场政治口水的诡辩。我一直在意的是，今天有没有一个人，有没有一个政治人物，有没有一个团队，他是可以用以水穿石的毅力去对抗财团还有政客的金权政治。这是时代力量的价值，而且这也是现在党内所有伙伴一肩扛起来的坚持。所以这是我未来会努力的方向。那接下来我们常常在讲公平正义的台湾，我觉得讲起来很容易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说，公平正义的台湾，它从来不是选举投票，也不是党投伐议，它就可以完善落实的。它需要真的有一群人，是可以不会服英语诠释，然后进到中央国会，不让金权政治去掏空年轻人的未来。所以这是我身为秘书长首要面对的任务。我要把更多这样的理想、这样的伙伴带到国会，这也是我坚信的时代力量。最后我2件事情想要报告，我想要以准秘书长的去呼吁，今天香港民主运动推动人士黄之锋还有周庭被逮捕，我要呼吁香港政府还有背后的中共政府，请立即释放做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士。再且，从来不要打压人民的诉求，真正的暴力是这些蛮干的政权体制，真正该开花的是自由还有民主的声音。最后一点我要跟报告的是，我去年有代表时代力量参选南屯区的市议员，那最后很遗憾的是，以9票的差距，1/1000的差距落选。走过地方选举，还有历经了验票，其实我真的南屯所有的情跟义，乡亲的情跟义，是放在我的心中，这也是我最放不下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就很像是我是一个上车来到异乡打拼的孩子，等到饱满的历练之后，我在这边跟台中的市民朋友乡亲说，时间到了，我会回到台中，我会把改革的火种带回台中，带回南屯，燎原星火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时代力量秘书长吴佩瑜。